怎么不去休息啊？其实我最近都有一件事情想和你说。我就知道你有事要跟我说。什么事儿？说吧。我家里最近出了一些事情，需要一笔钱，可是我没有。钱呀？我还以为多大的事儿呢。多少钱？跟我说，我给你。100万。100万？如果你觉得不太方便的话，没关系，100万。正好咱们结婚之后啊，我也没有送你什么东西，没给你买什么礼物。你呢，拿着这个钱，去买点东西。拿着，拿着呀。谢谢你。跟我你还客气？上去休息吧。支长啊，那份签名书，你敢确定是你手下的员工自愿交给你的吗？当然。很好，只要那份东西是真的，我就对你充满信心。哎，人都到齐了吗？是的，顾总，人都已经到齐了。联名书谁的提议？好，今天要是没人给我一个交代，那么从明天开始，在座的各位，以及你们部门所有的员工，都不用来上班了。顾西城，我看你是不是疯了啊？你知道你刚才在说什么吗？你是想